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轻松一叫下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Let's go！嗨，哇！我们平常在录这个剧透客语的时候，感觉上都好像很欢乐啊，很诙谐啊，然后分享内容的时候，我们两个也觉得很开心。不过今天我们呢，会稍微比较严肃一点点，因为我们要介绍一部非常特别的纪录短片，这个片名叫做《爸爸奥巴马》。没有在开玩笑。对，这个导演叫林胜贤，那这位导演花了4年的时间，记录了冷战时期亚美混血儿邱汉中。大家都叫他阿中，这个跨海认亲找回生父的故事，你看一听是不是就是稍微比较严肃一点点？对对对。那我继续说这个邱汉中阿中，他是一位40多岁的黑人混血儿，他长得很高大，皮肤就黑黑的，乍看之下或是一看就说哦，外国人呐，记看就外国人呐。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台湾人。今天我跟阿奎熊就要来透过阿中的故事，带来一段台湾朋友们可能不太熟悉的历史以及身份认同的故事。东东英说什么历史？有这种事有吗？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件事。对对对，那大家一开始听到这个片名的时候呢，都应该跟我一样好奇啦。对，导演为什么要把片名取名爸爸奥巴马嘞？是不是会想说这个跟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有什么关联？有没有关联哦？大家真的会这么问呢？我跟你讲，完全没有关联。这是因为主角阿中跟奥巴马一样，他拥有黑人血统，所以导演在取片名的时候就幽默一下，想说该不会阿中的爸爸就是奥巴马吧？对对，真蛮幽默的哦。对，但是照导演这么说呢，其实这部短片呢也可以叫做《爸爸 Michael Jordan》。有没有那个球星爸爸也不错哦？真的是的，我还爸爸摩根费里曼。哎呦，这也不错哦。那个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那下次我来帮你跟导演讲哈。不过说到混血儿，很多人就会觉得他们生来好像有点优势。怎么说呢？会觉得帅帅的，是美美的。好，那我举一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明星好了啦，比如像金城武啊，城武哥。你很熟。也要装熟一下。徐伟宁，伟宁姐，哇，好美哦！凤小岳，小岳哥，满岛光，岛光姐。好了，还有Somi， 简 Somi， OK， 对对对对。那现在讲到混血儿呢，我也会觉得这个身份很酷大家可以一起来想象一下他们可能从小呢就生活在多语言的环境中，对。然后呢，早安他们可能会说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然后法国人可能就会说 Bonjour， 哎呦，然后如果你是那个印尼朋友，可能就会说 Selamat pagi， 哎呦，很浪漫。对，嗨哟，耶！而且像是我有些混血的朋友们，他们每到寒暑假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说我要回加拿大蒙大拿看阿婆。那有的可能会说我要回法国马赛看阿公。这也太帅了吧！或是我要去越南富国岛看叔叔。是要去富国岛度假吧？对啊，很多亲戚都在国外耶，感觉是多么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啊！而且呢，他们还有一张异国风情的五官。又帅又美让人一眼就很难忘。对，那这部纪录片的混血儿们，这个背后的故事跟大家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部纪录片想要表达的是当时的大时代底下诞生的这群洋娃娃们内心更深沉的一面就像片中会提到的，台湾曾经有一段历史，让上百名的混血儿在成长过程中饱受歧视霸凌。哇，听众朋友听到这边会想说歧视和霸凌？对啊，他们会被歧视跟霸凌对，即便现在他们已经是50-60岁的成年人了，内心依然藏着成长过程中留下的伤痛与伤痕。所以这部纪录短片就是试图还原那个时代下被忽视的这些故事。
对，那这部纪录片呢，到底讲了什么令人心碎的故事呢？撒哈嘞，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好好的小概介绍一下《爸爸奥巴马》这部作品喽。Let's go！ 主角邱漢忠，大家都喊佢阿忠。主角邱漢忠，大家都叫他阿中。自細喺台灣睇，不過看起來無像台灣人。從小生長在台灣，但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台灣人。因為佢嘅面型同膚色嘅皮膚，大家一看就認為佢係外國人。因為他擁有深邃的五官和黝黑的膚色，常常讓人一看就認為是外國人。也係因為佢特別的出身。這一切源於他獨特的身世。佢爸係嚟啲冷戰時期短期留喺台灣的美國阿兵哥。他的生父是一位在冷戰時期短暫停留在台灣的美國軍人。嗰陣時，喺台灣的美國阿兵哥有幾萬殺。那時候，台灣駐紮的美軍至少上萬人。喺亞特別的時期，沒有當到美國的阿兵哥同台灣的細妹爺留下當到短短的有當到人討論的愛情故事。在這個特殊的年代，許多駐台美軍與台灣女生留下了很多轟轟烈烈卻短暫的羅曼史。阿忠的爺兒就是其中一對。阿忠的父母就是其中一對。阿忠夾尾唔想講起一段跳白嘅故事，不過阿忠佢心跳度竟掛掉電，佢唔識見過面的阿爸。阿忠的媽媽不願意提起這段往事，但阿忠他心裡一直惦記着那位素未謀面的爸爸。等等科技的進步，未為阿忠帶來希望。科技的進步為阿忠帶來了希望。喺其他土生嘅朋友嘅天數下，佢用 DNA 檢測跨過去尋阿爸，結果聯絡到誒。在混血兒朋友的協助下，他透過 DNA 檢測跨國尋找生父，最終幸運地與父親取得聯繫。阿忠對台灣比起美國參加嘅結拜生日派對。阿忠從台灣飛往美國，參加了父親的生日派對。一段料想唔到嘅重逢，會改變阿忠嘅人生嗎？這段意料之外的重逢，是否會從此改變阿忠的人生呢？說真的，我很喜歡《爸爸奧巴馬》這部紀錄片紀錄片裡面這趟尋找父親的旅程，就像是電影情節一樣奇幻，很不真實的感覺。對，片中呢有一段讓我覺得特別感動的。哪一段？就是那段阿忠第一次打越洋視訊電話的時候，然後打給他爸爸。那當時呢，那個越洋電話打到美國的時候，響了很久都沒有人接。我那時候就想說，該不會真的聯絡不上人吧？後來還好，他很幸運有聯絡上了，很奇幻。對，然後就鬆了一口氣啊。而且呢，他的父親呢，還有其他家庭成員姐妹都一起來視訊。我當時呢，就是其實真的有起雞皮疙瘩對，因為我以為那個過程會很尷尬，結果跟我想象的不一樣。他們即使語言不通，但是整個氣氛還是很歡樂的。對，這一段讓你很感動，對不對？我也是。不過我自己是對於阿忠帶着女兒從家裡出發到機場前往美國看他父親的那一段很感動。你知道為什麼？因為他說了一句話，他說這1個多小時的路程我走了40年，很不可思議，對不對？40年呢。然後我覺得以拍紀錄片來說，阿忠跟導演他們兩個人，對，因為彼此建立了很信任的關係，真的所以才讓整個尋親的過程完整的被記錄下來。對，這份信任呢，也讓這部影片特別的有說服力。
我其实有跟导演聊过他有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拍摄的缘起，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导演说他其实是在一次的活动上认识阿中的，他说他当时见到阿中非常的惊讶，我想为什么？他说阿中的这个喉咙尾啊跟哈嘎发说的非常的流利，他就吓一跳。导演想说天哪，这位外国人怎么后罗发同哈嘎发怎么讲的那么的流利？对啊，真的。我在影片里看到那个阿中讲客家话的时候，跟哈嘎发一直讲，他真的在讲客家话，很违和。对，我还仔细的听一下，真的很违和而且呢，真的会以为他是那种很用心学了很久我们语言的那种外国人，是不是？那后来导演说，他跟那个阿中越聊越深入，才发现他成长的过程是遭遇过歧视、霸凌和排挤。而且透过阿中，导演还认识了一群有着相似经历的混血儿大哥大姐，就很多个这样。纪录片里面提到呢，这样的缘分还让导演结识了一位专门研究冷战时期亚美混血儿的学者。那都因为这些偶然的相遇所以才让这部纪录片更具有历史的深度。我们从影片中说的这个冷战时期，就是历史书上写的这个1950年韩战爆发到1979年美国与我们断交为止的这段期间那距离我出生的年份呢，其实很久也没有很久。你真的很好笑，对，你是很认真在想你的年纪，对不对？对，可是我好像都不太知道这些事就是我的年纪已经停留在对于混血儿他们美好的一面。对，那说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你刚刚说很久又没有很久，对，那对你来说。干嘛这样？严格说起来，你看1950、1960、1970，距离现在真的没有很远，它不是什么几百年前的事情，什么古时候也是。可是我们却觉得好像很陌生，对不对？对，而且当时来台的美军人数呢，有达到上万名很多。对，没错。我觉得这部分伊克琳姐姐可以好好的跟我们来说说这段历史，因为年代离你比较近。历史是不是就硬的交给我？我怕大家会睡着，我讲一点点让大家了解一下背景好不好？就是呢，我们台湾位于呢东南亚第一岛链的中心点。这个小时候呢地理课本有提到算你有认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刚撤退来台，那战后经济逐渐复苏，却正值冷战时期。那大家想说什么意思？可以 Google 一下啦。那台湾因此成为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世界的前线。那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透过经济的援助、美元物资以及军事的支持稳定台湾。所以当时大家都认为美国代表着援助台湾、协防台湾、捍卫民主的英雄。这样讲起来那时候的美国感觉很像是我们现在什么超级英雄或是什么民主队长之类的角色。很多那个好莱坞电影是不是？那历史的部分我们就分享这样一点点就好了，好不好？这是一点点的背景，让大家比较有个概念。重点是我们是剧透客语嘛所以呢，我们呢就从台湾早期的电影来找出这段历史相关的蛛丝马迹，例如冷战时期的亚美混血儿或是相关背景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这个我有做功课我先来像是爱国电影那一年我们去看雪。我刚刚是念对吗？血还是雪？你刚刚念雪 ，OK， 看血很可怕。那一年我们去看雪电影里一名女孩刘美凤，她就是冷战时期的亚美混血儿。那在剧情里面呢，她对于自己没有父亲的身世耿耿于怀。影像里呢，会看到她拿出随身携带的那张什么东西？她小时候跟美国父亲的全家福照片，有没有蛛丝马迹来了？对，以及从美国寄来的耶诞节卡片。其实你看，就是他会随时拿出那张照片，然后那个照片就是一个白人父亲，这样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像杨德昌导演的作品《恐怖分子》里面也有一个有着深邃五官、冷战时期的亚美混血儿，叫做淑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还有《竹篱笆外的春天》是由港星钟楚红饰演一位怀抱着梦想的少女。等一下，好，你认识钟楚红吧？
知道啊，她这么红，超美的。对啊，好，刚好跟名字一样红。好，故事是什么呢？她是从眷村到都市担任酒吧女郎，靠着来台休假的美国大兵赚取生活费。是的，那很可惜，她的情路很坎坷，最后呢，还是选择回到了眷村来生活。还有王真和老师小说改编的电影《玫瑰玫瑰我爱你》，玫瑰玫瑰我爱你。你真的很有梗耶，抓住机会一定要唱就对了。这以前什么时候会出现啊？有啊，就是那个综艺节目啊，宣传车也会很常出现这首歌，有吗？对啊。哦，但我知道以前的那个综艺节目很喜欢唱这首歌。母亲节的时候也会很常出现这首歌，真的哈。哦，好，那这个《玫瑰玫瑰我爱你》的这个电影呢，讲的就是一群即将抵达花莲港的美国军人。是。那居民知道美军驻扎就会带来无限的商机，所以整个淳朴的小镇就陷入了疯狂。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电影有些出现的角色是跟阿中一样，是冷战时期的亚美混血儿。对。有些电影呢，则是以美军驻台为背景。而且来到台湾驻点或是休假的美国大兵们呢，他们出手都很阔绰哦，就是感觉蛮有钱的感觉。对。说到这呢，因为有上万名的美军驻扎，所以连带军事基地和美军俱乐部附近的经济发展都变得很蓬勃啊。一定是的啊。好，而且当时能够接触到美国大兵的行业，其实蛮抢手的哎。对。例如像是在美军俱乐部工作啊，酒吧啊，那当然一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行业，像是伴游女郎啊，或是月租娇妻啊。哇，那个时候就有伴游女郎跟月租娇妻了耶。对啊，那你知道现在其实你到日本或是韩国可以租那个男朋友，你知道吗？一日男友系列。对，所以其实戏剧也有月薪娇妻啊，有没有？哦，离题了。好，那个因为那个早期民风比较保守，所以这几种好像不太能搬上台面的工作类型哦。可是阻挡不了来自于像是乡村啊、贫困的一些女孩们，她们没有高学历，却努力的学习英文。这个背后的目的就想说，早点闯好豆豆钱，赚多点钱，或是有一个美国梦，就 American Dream。你想想哦，工作久了，相处多了，那这些女孩们就很容易跟美国大兵们产生罗曼史以及混血儿。对。所以当时呢，还是有女孩们跟美国大兵是顺利结婚的，修成正果，但是大多数的都是昙花一现的露水姻缘。你说的这个昙花一现露水姻缘，我想呢，应该跟着驻台2个字有关系。对，因为这些美军只是短暂的驻点在台湾，没错，一旦被轮调就会跟你说拜拜 ，say 拜拜。对。所以就谈一场恋爱啦。对，所以他们谈一场恋爱呢，要修成正果呢，其实很难的。没错没错。我突然觉得你真的是人间清醒哎。对啊，而且他们那时候通讯也不发达，你看没有 LINE， 没有简讯，对，然后没有社群软体。要怎么联络啦？对，说拜拜就说拜拜嘞。对，真的。再加上美军不只是驻点台湾，所以当时美军为了对抗亚洲地区的共产势力，在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地都有据点。那这些地方也跟台湾经验大同小异哦，所以也诞生了很多的，你知道，混血儿。对，可以说是多情的美军处处留情啊。对啦，好啦。在对抗共产势力的情势下，这个连轮调都是军事机密，所以美军的父亲会突然就消失了，所以有很多的女性呢，必须当单亲妈妈。在那个年代，未婚生子会被贴上不检点、不知羞耻、孩子父不详这些负面标签，加上一个人还要独自抚养孩子，经济状况也会比较弱势，而且连带那些生下来的混血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因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就会承受着程度不一的污名跟歧视。对，真的非常辛苦对，你知道我曾经访问过几位混血儿的大哥大姐哦，他们共同的记忆就是因为长相而受到欺负。例如像有一位混血儿名字叫金刚，为什么他叫金刚？因为他有黑皮肤、卷头发，又长得很高大。求学期间呢，被叫黑猪就笑他什么欧郎 K 沟棒赛欧，你有听过吗？我来试着翻译欧郎 K 沟是黑人牙膏，然后呢棒赛欧是大便黑黑吗？对啊。
哦，怎样？对不起，我太直白了，太直接了。我也听过另外一个混血儿大哥分享，他曾说：“我犯了什么罪？我就只是被生下来而已啊！我一辈子都得面对无所不在的歧视，生下来的这张脸拿也拿不掉，洗也洗不掉，还被叫做美国仔、大胡子、桃就闽南语就混的啦哈。然后杂金啊干而且还被笑不会讲英文。”这是霸凌欸。对啊，这在现代社会呢，就是种族歧视加霸凌，对啊，很严重哦。而且呢，我听过伊克里姐姐也有分享过，刚刚有提到那位混血儿林大哥，他有一个烦恼，就是他看起来就像是美国人，然后眼睛长得很深邃啊，然后鼻子很挺的啊，然后整体呢就是白白帅帅的啊，帅气的那一种。没错。不过呢，就因为林大哥他的外表呢太吸引人注目了，对，那他就说。他只要做坏事，第一个就会被指认出来，就是那个混血儿，就他，对之类的。这听起来有点幽默啦，但是呢，背后带着他满满的辛酸。真的，真的。那林大哥还说，他因为无法忍受同学之间的歧视，是自己中断学业，后来误入歧途。你知道他后来加入帮派因为他说只有在帮派，他才能感受到大家是把他当朋友的。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林大哥呢，他已经回到比较正常的生活，甚至呢，他用他破碎的成长经验帮助其他迷途的少年朋友们。对，所以呢，看完纪录片呢，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这一辈混血儿大哥大姐们呢，都希望保持低调，不想引人注目。对，在这样沉重的成长过程中，让这些冷战时期的亚美混血儿们对自己产生被遗弃、自我怀疑的感受与想法，像是爸爸为什么不要我了？我是不是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底算美国人还台湾人？所以因此他们希望透过各种方式，即便只有一点点的线索，例如当时那个军籍号码，或是那种1-2张父母泛黄的合照，甚至是生父留下的一个外国名字，来想办法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哇，这些都是很小小的线索很难真的不容易所以呢，在影片当中呢，阿中他就用所以呢，像是影片当中呢，阿中用 DNA 找到父亲，对这个方式呢，是因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才有这种方式。很难想象呢，在没有 DNA 检测之前，要怎么来找？对啊，对不对？很难，好不好？好像大海捞针还有呢，这个根据赛珍珠基金会的资料啊，许多混血儿大部分的父亲资料几乎显示为父不详。你知道吗？连妈妈提供的都不是完整的名字像是什么 William、Golden、Bill， 怎么找？对，这怎么找？连名字都不完整，所以只有1/5的档案稍微有完整的名字。是。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这位混血儿大哥今年70岁了，他年轻的时候为了找父亲啊，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方式，透过国防部、美国在台协会、赛珍珠基金会发布寻人启事。还在美军俱乐部前面兼开计程车。哇！你知道我听到这句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他为了这个，他在前面开计程车，只要载到外国乘客，就会拿出美军父亲泛黄的照片，为对方说：“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吗？”你知道他一找多久？多久？30多年。哇塞！对，他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想要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所以一直到了65岁才透过 DNA 的检测找到父亲。那虽然父亲早就过世了，但是他看到 DNA 比对资料的时候，他一直哭到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累积了30多年的情绪，就这样子终于宣泄了。听得很难过不过呢，不止这样子其实还有一些混血儿大哥大姐们，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比对到 DNA， 对，然后取得了美国亲生父亲的联络方式。本来应该要感到开心的可是呢，结果呢，有时候令他们更伤心。没错，像是呢，刚刚伊克的姐姐提到的混血儿金刚，没错，他就是有透过 DNA 比对，然后找到了亲生父亲。他说他当时真的很开心，非常开心。
可是对方的回应很冷淡，对，甚至避而不见，让他心情呢跌到谷底哦。也因为这样子，他觉得自己是被二度的抛弃了。没错，因为这种感觉就像是，好，我找不到你，我就会觉得你可能没有抛弃我，只是你联络不上我。可当我找到你的时候呢，你又避着不见面不联络，那我就会觉得我很确定你不要我了。所以也有很多的混血儿会担心这样的二次打击，就选择不要做 DNA 的检测。就像刚才说的混血儿林大哥，他早就不想要找亲生父亲了，因为长期缺席的父亲对他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不如把心力关注在台湾的家人还有一些共同背景的朋友身上。真的，那这边说到共同朋友，就一定要来提到赛珍珠基金会。这是一个美国创立的协会，因应冷战时期诞生的认养机构哦，让亚美混血儿可以透过这个基金会来得到一点协助。没错，我曾经访问过当时的社工阿姨，你会不会觉得我好像一直在访问人，访问过很多人？对啊，很多人，我们才有很多的资料啊，对不对？因为我真的对这个题目很有感觉啦总而言之，透过基金会呢，有非常少数幸运的混血儿会被美国家庭领养，带到美国长大成人。但大多数的混血儿都没有这么幸运。那基金会呢，还是会协助安排美国家庭来认养。你知道，领养跟认养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认养的话呢，就希望每个月可以提供一点点的金钱协助。可是当时基金会能够提供的协助的资源还是有限的那提供的照顾呢，也没有办法到很全面。不过呢，说回纪录片中的阿忠，他的故事呢，虽然充满波折，但是呢，他能够打开心扉，然后把自己的生命历程、生命经历分享出来，真的令人敬佩。不过呢，说真的，大家各位，其实我也是因为这部纪录片才重新认识这段历史跟这些故事耶，打破了我对混血儿一直以来的既定印象。对，就不是只有金城武。对，不是只有那些光鲜亮丽的表面。对，好哦，未来呢，我们需要憨好豆更多像阿忠这样勇敢的人站出来分享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那这些回忆不仅是个人生命的记录，更是这片土地历史的一部分。没错。唯有深入了解过往，我们才能更加珍惜今天拥有的多元文化与共存的价值哦。当历史的伤痕被看见、被理解，他们不再只是痛苦的印记，而能转化为生命中美丽的刺青，象征着成长与坚韧的力量。动有力量哈。其实台湾一直是个多元族群组成的社会，有来自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肤色。然而，正是这些丰富的颜色，才构成了台湾多元文化的历史脉络。没错。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的客语而老妈的有管黑哦，就是颜色这个主题。是不是很跳？你刚刚这么感性我刚做一个很感性的 ending 然后你就突然说是不是很跳？这跳的部分交给我。好，因为每个颜色的背后呢都有它不同的意义。像是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还有吗？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基本的红橙黄绿蓝靛紫。算你厉害。对，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客语用来讲呢要怎么说呢？但是没有灰色哦。好的，那我们就来教台尬聊到教大家这些颜色的哈嘎法怎么说。我先来。好 ，Let's go。因为你说红橙黄绿蓝靛紫嘛。对对对。那第一个红色，四线腔红色，海陆腔枫色。大家知道吗？这个客家人呢，在讲这个华语的红色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在打那个简讯打字的时候，也很容易讲成客家国语红色。我跟你讲，真的很容易耶。对，打字打逢，对，红色。对，然后我们像是过年过节要到了，对不对？就是要穿红色的衣服，戴红色的帽子，然后全身红唧唧的，然后拿红包，还要吃红板。对对对，真的是逢年过节好喜庆真的会耶，我家人也会这样。那个红色很好看，红的。好啦，再来就是橙色，红橙黄绿蓝靛紫的橙色，四线腔。嘎咩色，海陆腔。嘎咩色。
这个我要讲，好有趣哦。因为客家人呢都把橙色直接说成橘子色，你知道，因为橘子怎么讲？甘妹，海陆腔甘么，所以那橘子色就是甘妹色，甘妹色。你看这是不是橘子色？还蛮直接的哦，很直接啊。我们这节客语呢，还真的是蛮大吉大利的哦，对，蛮喜气大吉大利的。真的哦。再来是黄色，四件腔黄色，海陆腔黄色。那你有听过缝缝房、防缝房、粉缝缝房、发缝房？你一定要这样是不是？我们认真一点啦，不要带坏大家好不好？红凤凰，好，接下来绿色绿色四线腔就是强色，海陆腔呛色。接下来是蓝色四线腔蓝色，海陆腔蓝色。怎么办？我还是很想笑。没有蓝凤凰了。也没有青凤凰。好，我讲一下。不过这个绿色跟蓝色呢，我们会讲青色。是。那到底要如何分辨它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啊？这取决于他们前后的语境。你可以好好说吗？好好的把你的话讲完来。就是说，大家听不懂了啦。他给他糖五色的。就是说，因为刚青色你怎么讲？绿色你怎么讲？强色。蓝色你怎么讲？蓝色。对，可是其实在很多时候这两个颜色我们在讲客家话是混着一起讲的，那有点会分不清楚，那就要看它前后的语境。是，你可以举个例啊，像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青天白日。你看青天白日就是其实天空是蓝色的，对。可是我们会说青天白日，客家话怎么讲？抢田胖你。对啊，就说成青色了。这边的青天的青就是蓝色的意思强。所以如果下次遇到客家人跟你说，你这是绿色还是蓝色，你要仔细听哦。他有可能全部都讲强色，有可能。对，所以你要去分辨他讲的强色是绿色还是蓝色。好的，再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紫色。客家话的紫色呢，就是茄子色，跟我们刚刚教那个橙色一样。对，就会用橘子色。那我们这就是茄子色。在教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茄子怎么说，好不好？客语的茄子是雕菜海陆腔很不一样我们叫 Q 儿。是的，好，那紫色的客家话四线腔怎么说？雕菜色。海陆腔 Q 色。教到目前为止已经学了很多颜色，对不对？加起来就是彩虹，所以最后我们要来学的是彩虹的客语怎么说？牛音拱天宫。海陆腔也很不一样，好叛逆我们叫 Q。怎么有播音的感觉？有泛音。突然有泛音，对。好，那我们先来复习一次，好不好？好。红色，枫色，枫色；橙色，甘咩色，甘么色；黄色，黄色，黄色；绿色，强色，呛色；蓝色，蓝色，蓝色；紫色，雕彩色，Q 色；最后是彩虹，天宫 Q。所以大家下次看到彩虹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然的说出上面那些颜色咯，还可以想到这个声音。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柯丽姐姐，我有个颜色的问题想要问你。你知道人的心是什么颜色吗？就心脏的颜色啊，为什么这么问 ？No， 那什么色？是黄色。黄色因为人心，你不要破我的梗。因为人心惶惶，人心惶惶。我没有破你的梗，我只讲客家口语。人心惶惶。好，那我问你。一道彩虹有7种颜色，那2道彩虹是几种颜色呢？14种。7种。为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再见。拜。